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6篇第5节到第10节，民数记27章第1节到11节，路加福音11章33节到3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灯。灯的进步在最近几年呢，特别是在 LED 发明之后进步神速，更多亮度高、节能的灯相继的上市，有更多变色的灯泡，也有能够模仿太阳照射的这种灯泡来上市。有一家工厂，它以种植室内水耕的科技农场，它就采用了这类型的 LED 的照明。据称，他们还研究了模仿各种蔬菜所需要的灯光颜色，并且按照他们所需要的来调整、来照射，帮助蔬菜长得更好、更壮。当然，这还需要添加不同成分的营养了。那灯呢，是我们说天然的动植物赖以为生的不可或缺的工具。灯与光给了这个世界生命的盼望。圣经也提到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。圣经说，亲近光的人就必得着光照，得着盼望。犹太人他们将生死看得非常的重要，并且非常重视那个生不息，或是说生养众多了。他们也制定了一套传宗接代的方式，当然也牵涉到财产的传承以及分配。在民数记27章第1节到11节的经文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制度。圣经这样说道：希罗非哈的女儿们有玛拉、挪阿、赫拉、密迦、得撒。希罗非哈的父亲是西弗，西弗的父亲是基列，基列的父亲是马吉，马吉的父亲是马拿西，马拿西的父亲是约瑟。希罗非哈的5个女儿到上主的圣幕门口，站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以及各领袖和全体会众的面前，对他们说：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，没有儿子，他没有跟背叛上主的可拉一伙，他死是因为自己的罪。难道因为我们父亲没有儿子，就从以色列中把他的名字除掉吗？请让我们在父亲的亲属中分得一份产业。于是摩西向上帝陈明了他们的案件。上主就对摩西说：希罗非哈的女儿